他说什么？喂，他爱上你的长牙，你要是看上他，就上吧。哎，到手了，上吧，走吧。救命啊！师兄，救命啊！师兄，救命啊！师兄，救命啊！你不要把我一个人丢下。文才，接着！撞门！撞破了！来，跳下去！快，快跳下来啊！